單價2萬蚊，可以喺珠海市中心買到最靚嘅大三房，冇之一哈。珠海華發嘅第4代住宅，99平方，做到咗6米闊嘅客廳咁靚嘅戶型。好，我哋從入門口嘅位置同你哋介紹下，總價200萬，竟然係做獨門獨戶，門外面有8個平方，不計入房本嘅面積，全屋標配智能家居。右手邊咧，呢個就係兒童房，睇我哋嘅園林嘅。好，雙陽台呢度一個陽台喎，呢邊仲有一個陽台生活陽台、洗衣房。好，左手邊呢度就係公共衛生間，仲有客房嘅位置，睇山景嘅。好，層高3米嘅哈，廚房4件套，裏邊啲電器全贈送，帶有推拉筒門。樓下就有4000平方嘅業主會所，有健身房、游泳池、瑜伽室。主人房大嘅套間嚟嘅，270度嘅飄窗，既可以睇我哋下沉式嘅會所，仲可以睇我哋毛遮擋嘅山景嘅，10分鐘就可以去到拱北口岸。